民国109年修订教师法，学校要按照教师改聘办法来处理无适任的教师。全教总是表示讲，新法实施了后，只要有人投诉，拢要按照办法顶头的调查程序来处理哦。因讲学校是教育机关，唔是法院，所以教师法应该要重新来检讨。学校越来越不像办学机关，反而更像一个办案机关。学校愈来愈成咧办案的机关，毋那高雄市教师工会安尼讲，其他县市的教师工会嘛真认同。因讲即马处理无适任教师连无签名的投诉，无实体的证据，学校拢着爱调查，召开校园事件会议。当孩子跟家长都认为这只是一个轻轻的提醒，完全不涉及不当管教的时候，教育局还是不相信学校，他还是认为这就要调查。他认为国教署一定会来追案，学校还是进行调查。那这事情怎么调查就很妙了，因为根本没有对象，有没有来做啊？发个问卷啊，看看，就有一点像乱枪打鸟。全教总表示，因过老师甲学生的冲突，透过教育辅导，百姓会当得到解决。不过3年多以来，学校的信任系统当咧豆豆放弃。那目前教师改聘办法当咧修法，教育部按算要甲校事会议调查小组的调查员拢找外口的人，而且至少要有一个有法律背景的专家学者。现在已经往整个学校都已经不被信任了，整个体制已经崩坏了。你再把这样子的一个唯一有教育的一个背景的，再把它拿掉，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办法的一个推动，我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全教总10月中要求教育部提对策，不过认为教育部回应无正视核心问题，才会伫半个月后搁再开记者会，呼吁应该要全部检讨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教育部也未有新的回应。记者林晓慧、沈志明台北报道。